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imon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中意我影片嘅朋友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啊。如果你仲係覺得北部都會區係一個山卡拉嘅地方，依家可能要改變一下思想啦。我同你講，喺5年之內佢可能會變成第2個嘅深圳南山區，你信唔信啊？我唔係吹水，廣東省最新出爐嘅15-5規劃，白紙黑字咁樣寫明要積極對接香港北部都會區。呢句說話有幾重要呢？即係話北都區唔再係香港自己喺度圍爐取暖，而係成個廣東省要孭起嚟一齊搞㗎。今日呢條片會用3個最影響大家銀包嘅角度去拆解今日嘅新聞，同埋講下我自己嘅擔心位置㗎。先簡單咁樣講下背景先啦。15-5即係第15個5年規劃，係廣東省2026年至到2030年嘅發展藍圖。過往呢一類嘅規劃提起香港，多數係宏觀合作大方向，講完就算。但係今次唔同，新聞講明係首次明確提出要對接北部都會區，仲列明咗一啲具體嘅範疇，包括園區開發、產業導入、人才引進、跨境金融、數據流動、職業資格互認，仲有港車北上、粵車南下、便利簽注呢一啲香港人最關心嘅嘢，全部都榜上有名。簡單咁講，呢一份唔係吹水文件，係一份行動清單啦。第一個影響嘅重點就涉及到大家份工作㗎。規劃就講到明要協同開展園區開發、產業導入。呢度有乜嘢潛台詞呢？即係廣東省會主動咁樣引導佢哋嘅龍頭企業落戶北部都會區。試想像一下，華為、騰訊、比亞迪呢一類級數嘅公司喺北部都會區開分部或者係研發中心，咁樣會創造幾多高增值嘅職位啊？依家好多年輕人都覺得想揾一份有前景嘅創科工作，一係就去新加坡，一係就去英美，但第日喺香港就有啦。不過我都必須要講返一句公道說話，機會係多咗嘅，但係競爭對手都多咗㗎。皆因內地人才都一樣會湧入嚟爭呢啲位置㗎。你英文好，國際視野闊係一個優勢嚟嘅，但係薪酬期望同埋個工作強度又係咪可以同內地同時接到軌呢？呢一個就係大家都要諗定嘅現實問題啦。第2個影響重點車主朋友就要聽清楚啦。規劃就寫到明要持續優化港車北上，穩妥推進粵車南下。留意返持續優化呢4個字，即係依家嘅配額制、預約制、限行範圍，喺未來5年好大機會會再放寬一啲㗎。你諗下，想由香港一腳油門踩去佛山肇慶嗰邊去自駕遊，咁唔使再數住個配額啦。但係重點係後半句粵車南下。呢一個一旦落實嘅話，意味着大量嘅內地旅客會直接揸車落嚟香港。新聞都提到口岸部門預測5·1單日嘅出入境高峰就已經去到108萬人次。未來再加埋粵車南下，新界北、屯門、元朗嘅道路網頂唔頂得順呢？估計從事的士旅遊巴零售、飲食業嘅朋友，呢一個好明顯係喜訊嚟㗎，多咗一班高消費力嘅自駕旅客。但係住喺新界北嘅居民就要有啲心理準備啦，寧靜嘅社區可能再會有改變。到時政府點樣做好呢一個平衡，先至係最大嘅挑戰嚟㗎。第3個影響重點，專業人士就要豎起個耳仔聽清楚啦。規劃就點名要深化職業資格互認，呢樣嘢其實都傾咗好耐啦，但係依家個級數唔同咗，由探索升格到深化，即係由講下嘅階段正式進入執行嘅階段。
會計師啊、工程師啊、建築師、測量師等等。我哋喺香港辛辛苦苦考返嚟個牌啊，未來喺大灣區嘅認受性會大幅提升，續牌執業手續簡化，唔使再由頭咁樣考過。呢一啲對香港嘅專業人士嚟講，固之然係有好處，但係亦都要提醒大家，資格互認係雙向嘅，內地專業人士都可以落嚟香港執業。你嗰行個市場嗰塊餅係做大咗，但係分餅嘅人都多咗，最後嘅贏家一定係願意兩邊走，兩邊都能夠建立到人脈嘅嗰一班人㗎。好啦，3個重點講完啦。整體上呢一份規劃出爐之後，好清楚見到一個趨勢，香港同大灣區嘅邊界唔單止係物理上消失，係連制度上、生活上嘅邊界都喺度急速模糊化緊。以前我哋話北上消費、北上工作，都仲有一個明確嘅去同埋返嘅概念。但係喺未來5年啊，我哋嘅生活圈可能會係港九新界加埋大灣區無分彼此。呢樣嘢帶嚟嘅機會係好大㗎，更大嘅市場、更大嘅職位、更平嘅生活選擇。但係同時，香港人嘅身份認同、生活節奏、競爭優勢呢一啲都會面臨史無前例嘅衝擊。我唔係話要抗拒，我只係想講，與其被動咁樣等啲改變殺到埋身，不如主動去了解，及早裝備自己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嚟呢一度。最後想問大家一條問題，今日講嘅呢3個重點，就業機會增加、港車北上擴容、專業資格互認，邊一個你係覺得對你嚟講係最着數嘅呢？又邊一個係你最擔心嘅呢？喺留言區講下，我一定會睇。如果你係鍾意今日呢一條片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分享俾你身邊都關心緊北部都會區嘅朋友。未訂閱嘅朋友仔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唔好錯過我之後嘅分析。我係 Simon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